再来关心南部连续落大水雨，淹水崩山的灾情是真多。这2天天气总算转好啊。气象署表示讲，拜日暗时开始到礼拜，拢是热人真热热的天气，也毋过过道嘛是落西北雨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南部已经连续落雨几落天。气象署表示，接落来因为西南气流减弱，自拜日暗开始到礼拜8月初10进前，天气转好，南部你时就有机会看到足久无看到的日头。预估澎湖、基本、马祖的天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对流云区，所以还是有些短暂降雨的几率。但是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。而预估中午以后，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。在星期4到星期5，太平洋高压势力还稍微再增强一些，影响我们，所以星期4到星期5的天气会更稳定一些。我们预估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。也若是这2天的天气，气象署表示，虽然雨水有咧减少，但是金门、马祖也阁有云林以南，嘛是爱说离短时间内的中港雨。过到了后，桃园以北、新竹、苗栗，阁有宜兰山区爱注意西北雨。尤其是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，各地的温度就会逐渐的炎热。北台湾可能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，其他各地温度也会上升。气象署表示，南部的天气豆豆仔咧恢复稳定，会恢复热天的天气，高温烧热，提醒乡亲刷落来爱预防高温，唔通着山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民众，中南部的山区因为落雨，淡水量悬，民众最近接近山区就要细腻注意安全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